OK， 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咱要继续来上咱的新家人关怀学校的第4讲啊哈。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先唱2首诗歌，长春诗歌的前面的第70首。逐日主啊，好，我们每天都要跟上帝求3件事情，好，逐日拢爱甲咱的主求3项代志啊，好，较深来认捌你，较敬虔听你，好，咁是后壁面7节还是头前面的7节？前面吗？哦，是前面的前半段的哈，前半段的70首，好，各日主啊。基督徒跟上帝祷告哈，恳求神哈，要3件事情一定要想啊哈。第一个，认识神，认捌伊，较敬虔听伊哦，搁爱较亲近伊哦，跟对你哦哈。所以唔是安怎，唔是求上帝吼，主啊，你熟悉我，我需要啥，你予我。吼，咱基督徒咧求讨上帝，唔是像一般外口的民间信仰，吼咧求家己安怎。哦，毋是安尼遐粗浅，较要紧是咱爱搁较深认捌上帝，搁较敬虔的心来听伊，搁会当跟对伊，安尼我相信咱的生命就会无相款吼。咱来看，头前面的第70首吼，好来。大日主啊，我求3项事，搁较亲认捌你，搁较谨慎听你，搁较跟我跟对你，每一日大日主啊，我恳求你3项事，搁较亲认捌你，搁较虔诚听你，搁较跟我跟对你，每一日搁一遍来，大日主啊，我恳求第3项事，搁较亲认捌你，搁较虔诚听你，搁较跟我跟对你，每一日。咱来看后壁面后壁面28首，28首哈，求充满我，咱恳求圣神充满咱的心，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完全。完全的意思，基督徒常常咧讲的完全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不足了哈。那不足的地方不要难过，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补足我们不足的地方，更有能力来完成生命的工作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充满我主圣心，开我大手心莲，充满我主圣心，留乎我的完全，充满我，充满我主圣心，开我大手心莲，充满我主圣心，留乎我的完全。咱这位来祈祷，求上帝来充满咱，求上帝圣神来充满咱的心。咱这位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圣神真做我的帮助，我伫不足、艰苦、打碎心灵的勇敢的心，是上帝你真做我的帮助。求主你圣神来充满我，我
阮有够遐困难，为助你做美好的感情。愿上帝你继续带阮的脚步，感谢基督，阿主耶稣。主，阮感谢你，恳求你圣神来充满阮的心。当圣神充满阮的心的时，阮知若透放阮的心，互阮的心灵更加有气力来跟对主的脚步。求上帝你搁一摆，圣神若充满阮的心，嘛帮助阮有气力，用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上帝你的名。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咱搁一遍做伙来念。充满我主圣神，改我他所心灵，充满我主圣神，有乎我的完全。来，咱这回来看今仔日，我们今天新家人关怀学校的第13页哈，第13页，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到底新家人关怀，我们除了关心以外哈，咱顶礼拜有讲到一个新家人哈，他绝对要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他会想要劝人家。但是劝人家有些人他劝人家有些时候是动机不单纯对不对？他心怀不轨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劝人家有时候越劝越糟啦。所以他真实的劝人家是能够安慰人的，劝慰子好人，善于接待的，而且要肯定积极的，他也是一个行动者、安慰者，也能够与别人一起同工。他们讲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大部分是这个人他的本质，他本身做一个新家人关怀的同工，他必须要本质上的生命态度应该是如何。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4个部分，新家人关怀事工是可以怎么样？学习互相负责，这是互相负责任为什么？意思就是说。看我这里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同工这件事情的重要。譬如说新家人重不重要？重要，每一个新到教会的新家人很重要。那我们做同工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可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学习怎么样互相负责。譬如说你是新来的，我关怀你，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同工。可是如果他的事情，他的生命的状态，我如果没有负责任的心的时候，我会单纯只是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方法来给他关心，关心到最后你会忝，你会压烂，你会做容易停止，你会停止了你的关怀工作。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做这份同工，他必须要能够跟人家是要负责。今仔这个人，上帝给我看到这个人的生命这么重要。我就要对伊安怎负责。今摆人我无啥要负责任。譬如讲生囝就好啊，对不？囝敢是你生？囝若你生，你就安怎？爱甲饲啊。但是你看社会上足侪拢毋是安尼嘛。同款上帝若将人带到伫咱的教会，伊就是啥？伊就是上帝的羊群。伊就是上帝儿女，我讲拢是他第三人称，伊就是咱的一份子。我讲常常新人来牧师拢会讲啥？我们把我们当作家人，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把他当作家人，爱了解吧？我们对他不负责任爱了解吧？好，所以这个观念角度我们一定要厘清清楚。每一个新人来只要我们没有把他带好，是他的责任吗？不是，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负起责任，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牧师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说：奇怪，互相学习、负责，有什么关系吗？到底这是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第一个，家人要互相承担生命责任。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哈，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3章，我们要从第8节看到第18节。第3章，第8节。好，翻到了，给我一个回复哈，给我一个回应。但以理书第3章第8节到第18节。好，翻到了哈。好，家人为什么需要互相承担生命的责任？这么重要？这个不是只有个人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大部分都会谈论到的，负起责任的都是什么？你做长老，你做执事，你做同工，你靠责任嘛？你做信徒，没需要负什么责任嘛？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3章第8节到第18节。其实这故事咱拢真清楚，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琴瑟、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就是说还可以啦。这样我还可以接受。若不接受，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哇！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这里讲到足简单呢。有一群人去甲，有人去甲加勒底人去甲尼布甲尼撒王甲伊迄个通风报信啊，讲有几个犹大人，就是但以理去挂遮几个伊的朋友。这朋友呢，因安怎？因去讲王啊，尼布甲尼撒王啊，因遮犹大人拢无要拜你啊，听到这声音拢无要拜咱所做的这金像。因然啊，他们马上在第几节？你看第16节他说什么？他马上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觉得你想象那个空间礼拜日基督徒啥啦？就安尼，咱就对咧，咱先来佚佗的，一摆无礼拜无要紧啊。边拢基督徒，拢教会信徒，听到大家拢安那，大家拢笑笑。因呢，因无讲，因啥啦？他们是马上讲什么？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当中救出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好像不得不想要去为了这个世界
而去牺牲我们礼拜天，或者是牺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是不愿意负起责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哦，只要是信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的那种忠心呢，是会负起责任的，生命的责任。好，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5节，我们再来看新约哈，罗马书第12章第5节。好，家人要互相承担生命责任。好，我们这一段在讲的是家人要互相承担生命责任。12章第5节，罗马书第12章第5节。为什么我们彼此要负起责任？好，圣经里面有非常明确告诉我们哦。好，翻到了哈。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还了解吧？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第4节说，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对啊，你看嘛，我们有些人他有需要，像现在新天兄，好，虽然他刚来教会，可是以往在教会里面，只要新朋友，我们忽略关心，他就好像游牧民族一样。你有发现没？然后你也发觉讲，对呢，那新来的吼，咱敢若做少咧甲伊关心哦，了解无？通常拢什么人对迄新朋友较少？拢牧师尔啦，了解无？因为信徒拢有一个观念，讲迄啥？迄牧师的责任嘛，了解无？迄关心熟悉迄新人，迄牧师的责任嘛。但是，其实，在我们生命的功课上面我们并没有尽到该有的互相负起责任、生命的责任。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加拉太书的后面以弗所书第4章第16节。16节。好，第15节他是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对不对？我们彼此都在神的爱里面，互相彼此祝福，用诚实的话祝福彼此，长进了，生命长进了，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身上。注意后面那句话16节，全身是靠着他怎么样联络得合适啊？也就是说，你们看我这边，为什么以往我们都没有在做彼此连结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忘记了，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关心彼此啊。虽然够细命，还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15节说的很重要哦，连于元首基督，不是跟他讲爱心说，我用疼心给你苦劝，你不能够做这个代志。讲的，一直讲到这个人流目屎，好，不要紧。我会记得，我还听我讲的哦。你以为你用爱心在跟他讲话，结果你越讲越难过，他越讲越听得越不舒服。你忘记带着他去认识那位耶稣基督，你是用你的方式，而忽略了把这个人，把他当作就像你的肢体给疼惜。所以有当时咱咧关心一个人，不是讲你知影伊的错误，你就给伊讲甲无一地呢，袂使真的。咱就要用同理心，用主耶稣基督的疼，给伊疼入心。所以专心都会当靠着他联络得合适。如果你在彼此的连结，我们彼此的关怀没有办法合适，就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靠耶稣基督。所以他是说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有没有在爱中建立自己了？所以你以为你用爱在对人说祝福的话，有些时候你让一个人是越听越难过。来，陈默大哥来，欢迎来。你讲那个给一本来这。来，陈默大哥这本你的，来了，你这家这掏钱，我们也这家。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呢，我们再回来啊，第13页哈，第13页，新家人关怀这个家人哈，厝内的人哈，爱互相啊呐，承担生命的责任，你给写落来哈。子安，你拿一支笔给那个陈默大哥。家人是会互相承担的啦，哈，生命责任，注意哦，是承担生命责任哦。无论伊拄到什么款的问题，咱拢有责任。有可能伊是欠钱，你嘛有需要哦。欠钱有需要无？唔是讲你该解决钱的问题啦，你要解决伊的生命的问题啦，了解无？关心啥咯？啊，你啥咯欠钱啊？欠家呢？然后你无讲看卖，吼，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媒介吼？你嘛哪一个方法错误了？吼，咱来去甲关心，这就是家内咱厝内的人，咱彼此会去互相关怀，唔是讲听到伊讲啊啦，哦欠足侪钱，哦惊到，哦这唔通想哇，敢若等下哦，你来甲我借钱，大家拢惊甲皮出，我感觉这唔是真正正常的健康的教会。好，所以呢，咱有足侪关怀，咱必须要怎样？家人是要能够互相承担生命责任的。好，家人能够互相承担生命责任的。好，所以呢，你把圣经节可以写下来。第一段哈，但以理书第3章8到18；第二个，罗马书12章第5节；好，以弗所书4章16节。这就是我们谈到，但以理书3章8到18节。好，如果不清楚，可以再回去看那个直播哈，里面也会有。第二个，个别见面是彼此认识的开始。好，来，今晚好，咱看我家哈，咱这主题大标题叫做借着新家人关怀事工，可以学习互相负责。注意哦，什么叫做互相？我们不是单方面的。咱今晚教会要做这个工作，不是单方面的。注意哦，你今天是做教会的新家人、新朋友。牧师要我做新家人的关怀同工，好，不是单纯我有这个责任对你，我也要让你知道，萧小姐，你刚来教会，好，我非常乐意能够跟你做非常知心的麻吉，好，那有机会有什么困难，我都会希望跟你分享。我们要互相，不是单纯说，我有责任，好，牧师托付我要来对你负责，你干嘛对我负责？不要讲的好像很恐怖一样，不要把他跟他讲的好像你是迄个啥，迄个啥监视的迄个啥，迄个什么监督委员安怎要来监察我晓？其实不是，重要是咱对一个人的生命的关心，咱有迄个责任感。好，所以呢，个别的见面，注意你把那个个别见面把它圈起来。什么叫做个别的见面？是彼此认识的开始。你也给我书哈，为什么说鼓励大家？为什么要喝咖啡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礼拜结束后就是来这边喝咖啡，喝茶也没关系。所以其实牧师也蛮鼓励，就是说，因为我们9点开始聚会，其实我们大概10点半就已经结束了。其实我们可以让他11点才开始小组，然后确定在12点就结束。那在10点半到11点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交易，好，不一定要马上直接开始，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是真的有时间上的困难，他没办法马上留在这边，他需要马上离开。可是我就在想说，这样很可惜，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有更多时间的接触跟认识，所以个别的认识很重要。就是说个别的见面，意思是讲，今日我跟你做熟。安尼，我甲你假设报完兄，你若对这萧小姐无介绍，你得爱安怎个别哦，你别当我了，我说啊，我想要了解一下这萧小姐哦，伊新来这朋友安怎，我也做想要跟你讲，你也当自己去改自我认识一下，彼此认识一下，这最重要的。所以有当时为什么牧师会鼓励讲，咱爱主动啦？主动去熟悉，这是个别见面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会当互你的认识的关系会更加的好。你有听过一句话，见面还了解无？你若无见面，就无迄3分钟啊。有见过面，讲几句话，迄就是有迄3分钟伫咧。所以我感觉讲，咱基督徒唔通假做讲
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我就袂堪这去堪人熟识，莫甲我讲迄个话，讲这个话，迄是你对你家己的性命无负责任。好，所以呢，咱这回来看哈，咱这回来看几段最重要的，就是讲，我们在见面，只要机会多了，即使不认识的陌生人哈，其实也会能够做很好的朋友哈。咱要安怎讲话，其实上大的困难就是讲，咱熟悉这人，咱是要讲啥？好。牧师讲的，今麦要咱带咱这位来看圣经是一个大方向哦，大方向哦哈。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圣经节，雅各书第1章第19节。嘿对。雅各书第1章。第19节哈，第1章哈，嘿，彼得前书的头前哈，第1章第19节哈，来，咱这回来看哈，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听啊，一个人来讲到啥吼，你拢无你甲注意听啦，这叫做慢慢的听啦。啊，伊讲爱快快的听，意思是讲，你若听到声音，你来想讲，我头拄有听到什么声？啊，伊讲什么话？这叫做快快的听啦。好，那还要怎么样？慢慢的说，好，慢慢的动怒。意思就是讲，咱若无快快的听懂这一个人所说的。我们就立即把我们心里面的话就马上讲出来了，就会怎样？就会文不对题，然后词不达意，还懂？言不得题哦，就发生了，还了解吧？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快快的听。所以呢，人啊，你给你讲啥哦，你马上把你的心内迄个主观吼，随刻出来。大家拢有主观，我知影。但是每一个人你甲你讲话时，你就学习拼扛你家己。无输我做在做这种动作的，你莫看我跟他做这话，跟他什么拢知无。牧师只要在听人家讲话，我一定第一个做的动作，我一定先听你讲。到底讲什么？嘿，然后我就算不小心插了你的话，我还会说不好意思，我插断你的话。但是实际上再怎么做，我觉得都有不足的地方，我们都要往这方面去努力。快快的听，听得懂他说什么，你就有办法用得体的方式来跟他回应。即便有时候不小心，好像因为你时间来不及，没那么多时间讲，可是你还是有办法抓到他所问的问题，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还了解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要个别彼此认识，我们怎么说话？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这么在教我们。所以这句话哈，你真的要常常去看，要把它背下来。好，你要拄着代志，拄着人讲话，你我先卖马上表达我的意见。好，我先快快去听看看。无清楚，你搁敢问嘛？不要紧。好，互你加快速度的认识这一个人。所以个别的见面，它不仅是要看到伊尔，你茫跟他见面。拢无要讲话嘛，无要甲问嘛，无要甲伊了解，安尼你绝对无法懂识在伊。好，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箴言第15章第2节。箴言第15章第2节。嘿，15章第2节。我知影用这边行倒边边，倒边边我就。15章第2节，哈，15章第2节，哈。来，不用急哦，哈，牧师等你们。OK， 好，来第2节，智慧人的舌
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好，就简单。智慧的人的喙齿所讲的话，吼，就是有知识，吼，会当互人学习到。啊，愚妄人的喙，吼，更讲遐话，吼，拢安尼，真正会无造就人，吼，好啊，所以这爱互咱学习的话，啊，来箴言第16章23节，隔壁章吼，23节，16章2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哦，所以箴言咧讲的做有意思哦，常常咱要有智慧，咱就爱互咱的心安怎来教导咱的喙齿。你茫想讲你的喙齿讲的，吼，感觉足好哦。有当时你的心就是表露出你的喙哦。你喙安怎咧讲的，代表你的心安尼啦，安了解无？所以你爱互你的心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心，吼，自然你讲出来的话就无共款，互你的喙会当安怎增长学问。好，来最后一个，好不啊？这到家就好，好。所以呢，个别见面哈，彼此认识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那用智慧的话、智慧的心去说出神要我们做的事。那可能你会觉得我不懂像什么人讲话较伶俐，吼，较伶俐吼，不是伶俐嘛？好啊，但是无要紧，咱一句一句话豆豆啊讲，哦嘛是真好，哦唔免急，好，后来咱先过来哈。帮助新家人落户教会，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啦。好，真简单，帮咱新家人落户在教会哦。好，来，你把前面帮助新家人圈一个，落户于教会又圈一个，后面负责任的行为再圈起来。好，这3个重点，我们自己好好想看看。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来做这3个重点？好，我们把这3个重点作为我们的目标，帮助。来，想看麦，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会当要安怎帮助伊？来，咱来集思广益，甲写落来，会当安怎？唔免看啦，唔免看这些啦，帮助，免安怎帮助？恁一直看吼，跟那个牧师你莫点无，你莫点无，我都知影恁的意思。来，怎么帮助？带伊熟悉教会，对吧？环境，还有啥？认识牧师啊。停车。有无？停车，一个新人啊来，咱一定想着啥？你安怎来？好，咱就甲伊问嘛，平安，啊你叫什么名？对不？啊你安怎来？伊讲啊，我开车来的，面相足歹看。你会晓得啥？就晓得伊歹停车，哦，安了解无？我塞车来的啦，哦，恁家有够无好停车，免啦，怎么办？你怎么帮助他？来哦，这个是给我们一些情境题哦，你怎么帮助他？他已经表达了，他说：“恁家有够歹停车哎。”你要帮助他哦。就算是坏的，你也要帮助他、哦，对吗？因为他遇到困难了嘛，怎么办？我们大桥叫你比方讲，我大家教会，我大家人习惯啊，你久啊，你就习惯啊，这是不是帮助他？这个我来讲，你讲了，绝对不爱来，没有同理心了，对不对？来，再想看看，对，怎么帮助他？继续跟问落去，哦。对，我带你熟悉一下，我带你去，对，啊那真正无法度，你来使较早，会知影较早来，啊，迄个边啊遐大桥你的这个活动中心，啊大桥国中遮，啊咱来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咱是有备办的，啊，我知影迄是一个无好停车是足麻烦的代志，啊嘛，请你为阮教会祈祷，阮嘛常常为着这个代志，阮拢咧为着兄弟需要。我讲你甲服务的周到宾至如归。我跟你讲，
那个就是帮助了。就是说，你若遮歹停车无方便，无我去甲你载啊。哦，这个对，这嘛是一种帮咱的方法。嘿，对，但是他天天。没错。哦，啊那这句比我头拄仔无书讲的迄解说更较好，啊，但是不容易，可是却能够马上打动他的心哦。对，这是最快速的，可是不容易。感受到温暖的感觉。对，所以这就是咱的方法，教会内部的方法就是安尼。但是牧师头拄咧讲的，讲陈默大哥伊讲到一个，就是讲咱的人，咱有这种愿意的心啦。其实我也感觉讲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啦，吼。好 ，OK， 那帮助的部分还有没有？来，假设他说，恁礼拜吼早起时吼较遮早，哎，安尼，伊也讲足早，9点，啊，恁敢会拜托牧师，恁教会搁晚半点钟啊，9点半，啊无用10点，我看迄有北京教会10点呢，啊，阮兜咧住伫遮附近。想来恁遮较近，你咩啦？后来你讲敬拜上帝都较早的啊，其实这个谈我头拄仔咱咧讲，迄也不是很同理心啦，哦啊，但是在用意上，在我们基督徒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没有错，可是要怎么样再委婉，要更委婉。对。不啦，我今麦是咧激发，咱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子安，你会怎么做？可是真的有可能哦，特别是学生哦，我以前辅导过的学生就有这样的，怎么做？我迄东西我哪做呢？我说，猫咪啦，我那个委员哥哈，我知道你晚上可能比较晚睡，好，啊早上我给你 morning call， 好不好？你想不想来？好，如果你想的话，我给你 morning call。第一个，你想不想来？我先询问他的意愿，我可以先知道他的意愿。如果他还没有意愿，那他根本就还没有预备心啊，我就再继续关心他嘛，不一定要急着要拉他去教会嘛。懂我意思吗？可是这个步骤 morning call， 然后做督促带领，这是有的哦。这个可能在年轻人。对，可是如果老人家呢？当然第一个关系很重要，对吗？所以刚刚子安他说什么？这个很难哦，难就来啊，问题来了怎么办？懂我意思吗？关系嘛，没有关系，人家怎么会？你要求他就像刚刚校长老所讲的啊，好，要敬拜上帝就是要早一点啊，你要求，这已经有一点半要求了哦，好，可是对一个想要来亲近神的人，我们是需要教导跟要求的，所以帮助新家人其实有很多层面都是算在帮助里面，可是假如你没有，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很难，不好意思，我只是举个例啦哈，子安。假设我们把那个当作是很难的，我们不去想问题解决的方式，你的心啊，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心说真的，爱人的心真的是有打折扣的，还了解不？好，所以帮助新家人哦，还有哦，落户哦，落户就是到安怎，到洗礼对不？到会当参加小组。哦，那些东西落户的部分，负责任的行为，好，我告诉各位，这所有的这些行动，包含从关系的建立开始，都是负责任的行为。好，第四个，负责任需要委身的什么？委身的态度啦。好，委身的负责任的行为，你拢知影啦。爱做啥，你拢知啦。头都无听了讲，啊，咱就要安怎红帮展新家人，等下来教会的人要安怎停车，迄东西。迄拢是啥？迄拢是负责任啦。所以咱的教会，咱安排这的交台，交台当刚哦，慧英姐应该在观看这个直播啦，
交代哦，咱的交代不是讲我搞外分内工作做好呢，我们要把四周围只要是招待每一个同工他在做的分内工作，你要时常去观察，爱够前够后啊，不是刚才我看我的工课做好就好啊。好，所以负责任是一个委身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罗马书后面了哈。我知道的全书嘛哈。嘿。3章。3章嘛。嗯。第9节。嘿，好，因为我们是与上帝怎么样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这段圣经节非常短，我们是跟上帝怎么样同工？你们是跟牧师同工吗？啊？也是，但是实际上你们是跟谁？上帝同工。你们有没有曾经遇过哈？有当工以前呢讲，哇，你今晚哪无看你牧师做伙当工，啊，我你的牧师得安怎样？我讲啊，你安尼服侍上帝敢好？伊讲我是甲上帝当工的啊，我唔是甲我的牧师当工啊。你有听过？我捌听过咧。哦，啊，所以你要了解哦，咱上帝托付给牧者，伊伫教会内面真做一个牧者。实际上，我跟你讲，牧者的责任那种责任感是非常重的。即便有些牧者可能他有一些怠惰、懒惰，还是怎么样，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自然自己在上帝面前，我觉得有些时候站立不稳，还了解。可是呢，如果信徒在看待你的服事工作，是因为一个牧者的策略，或者是教会的一个策略方法不一样了，你的心也跟着动摇了。那么，请问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是你跟教会的关系？我觉得他跟教会的关系一定会产生破裂，或者是有隔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大问题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咱会讲有的会友，伊若是真正对咱教会建长，有啊？咱当初咧讲为着教会建长啊，因为人来离开，咱敢要安怎样？牧师，你知道牧师那一段时间牧师是比你们还痛苦，你知道吗？嘿，你们大家都是牧师的同工，要离开的人也是同工，也是上帝把他带到牧者的面前的羊。在那过程当中，其实牧师的心情是非常征战的，是非常有难过、有眼泪、有痛苦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就只有祷告，求神怜悯，求上帝帮助我，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无因为这个人的离开，互上帝你无欢喜，这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更较远的一个物件。我唔知要安怎去形容，但是我知影，那换做你徛伫牧者的角色的时阵，你就能够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负责任？牧师讲这些，你们可能会认为，有一些人也会认为，牧师，你的时间真的比我还多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一定有。可是我们要记得，那个负责任是你是给我负责任，还是你给上帝负责任？所以，想到咱大多讲的这句话最重要。我们是与上帝同工，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啊！注意什么叫做你是上帝耕种的田地？意思就是讲，你若跟上帝做伙同工的人，你的生命这个土地啊，你会非常的肥沃，而且会蒙福啊，受祝福啊。
了解无？所以咱要甲上帝求讨，讲主啊，我的性命毋若要奉献互你用，我嘛要对我的观念态度，成做一个真真正正负责任的人。迄毋是一个，你讲要做就做，迄是爱全心全意的奉献的负责任的态度。好，来咱做伙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圣经节，对，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再讲到几项，我们要献给上帝，要怎么样？是活的，不是死的啦，不是死的啦，不是硬扁扁啊，了解无？不是要奉献给上帝，你个牧师啊，我要服侍上帝但是我有几个条件你要为我祈祷我做想要来参与的，你为我祈祷我即马厝里我即马欠偌济钱我即马安怎样我即马安怎样，这个代志你若互我，你甲上帝求讨我嘛祈祷我若顺利，才拢完成我才来安怎？注意这足大的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咱要奉献给上帝是活的，什么是活的？活的就是讲，伊会知影伊拄着什么困难，伊知影要安怎去做抽摕，要安怎调整伊的服侍，调整伊的态度来奉献给上帝，这才是活的。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咱的这个行事历有无？咱过去有无？过去咱咧摆行事历拢通常靠牧师啊，迄个我迄天无法当来请你帮我调一个，安排一个。迄时牧师讲说伤脑筋呢。后来我发现，其实不用这样。你要换，你不能，那你就去找其他人，你自己去换好。还叫做互相负责任嘛？还了解吧？互相负责。你不能因为你有事情就请假了你就不用了。我过去牧师真正，我嘛捌安尼甲咱排过有人请假，结果伊无无了有当工就走来问讲牧师伊顶摆伊请假了，伊无事会，还是讲无安怎样？我都要去用排2摆。我心里想讲，对呢，这个请假伊嘛无排掉，也好像逃过一劫一样。然后这个做2摆，搁计较，发现在那里面就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不仅让人的心产生了问题，也让每一个人的服事就产生了态度上的问题。所以咱就要了解，服侍上帝、奉献给上帝，将身体献上给上帝，是活的，是啥？圣洁的。牧师若无将这个做调整，讲你若有需要，你去找迄个人，这就是要互咱唔通搁安怎？唔通搁互牧师伫个过程的中间，得安排时间变成唔是圣洁的代志不纯洁、不圣洁互相猜疑猜忌那就不受祝福了。我们的服事就不开心，教会整个的台上的氛围的服事者，底下的信徒看了就怪怪的，对吧？对吧？你若做信徒，你也得看到头前那些服侍的人无喜乐，互相关系无介好好，敢好嘛无介好。好，第2节讲什么？无继续，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注意恁做这个代志拢是理所当然，莫甲我讲，迄是牧师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所讲的。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所以呢，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和委身，只要你抓住这些很重要圣经的观念、态度跟重点。好，第5点，负责任的态度和委身会带来个人、小组、教会的什么？想看看？带来啥？带来祝福，了解无？对不？你看咱过去，
咱过去要做，当开始要做小组，虽然啊，咱拢真正无介识、无介了解，要安怎带小组，但是我们有没有遇到瓶颈？有没有？有没有遇到冲突？也有，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负责任的态度跟尾声不够。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经历了，我们知道这些错误点，那现在我们就不要再做。我们用负责任的态度，用委身的态度去服侍神，服侍个人哦，这新家人啊、小组啦、教会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现在你看，我牧师现在很高兴，我们只要新朋友进入小组我都非常放心哦。我现在是放了一半的心呐，不是完全放心呐。我时常还在为各位祷告，放心是我对上帝放心。但是不是对我们大家没有信心，而是牧师要更多的警醒祷告，期待我们都能够用警醒的态度来服侍主。好，我们下面有一个应用请写下你从这个课程当中你学习到的是什么？写重点可以，你只要写重点，然后回去，牧师想要邀请各位，下个礼拜恁踮厝里，你用录的嘛无要紧，用写的嘛无要紧，写300字。好，无你用录的就好，录的应该足简单啊。你也讲唔对，你讲无书记段我讲唔对，你嘛念的就好，录的足简单。你即摆是咧互咱操练哦，注意哦，操练要安怎以你所了解到的物件。这对你的帮助是大的，不是一个交差了事的代志，不是交差了事的。牧师期待你是用心，伫观看直播的兄弟咱拢有看到的兄弟牧师嘛期待你，会记得咱的做伙来做这个工课。下个礼拜啦，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之前，会知无？你感动应该可以吧？还是我即摆用问的？即摆问的你可能较紧张吧？会吗？用问的就好好，用问的好。安尼无张了，你先讲好。没有，要讲啥？了解我意思无？我意思讲，互咱。我是讲认真做上第一工，顺路，卖分钟安尼。你学到重点是安尼啦OK， 来迄个报完呀。负责任。对，负责任自然你的跟人的关系就会好。对。迄个负责任是。无我的意思讲，假使你有感动譬如讲来。我的建议就是咱上这个课咱尽量咱鼓励了较少年来上这个课。即对读少年较有真大帮助啦，好鸟是啦。是。我这咱这个年纪啊，有啥学的你拢袂当传承。喏，唔是袂当传承。唔是袂当传承啦，是讲迄个学少年啊，加有我物件，到尾啊，对你对口的嘛，够真大帮助。所以牧师鼓励咱有无法度通来参加的少年，有当时因是爱有工课，真正我知大家拢有工课，有当我毋是咧替因讲话，我的意思就是讲，咱要教会工课、侍奉工作、什么课训练工作，拢一定是安尼啦，部分的人咧来啦。但是牧师的观念是，恁训练了，恁就是种子，恁就是种子教官啦。您的种子教官的是，因为您看牧师是最直接面对面的，你们最能够最直接的或许在每一次都有在上课，在直播里面看的也是只要你们有真正听进去的人，用心负责任的人，你们就会成为那个种子教官。这些种子教官的最后一点所讲的，会为个人、小组跟教会
带来祝福啦。啊，若无带来祝福，你就看了就知啊啦。迄唔免牧师讲啊，迄看了有啊啦，了解无？所以为什么牧师讲这物件对我来讲最重要？我要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因为这物件对我来讲是亲身经验。所以我是感觉讲少年人无毋对，我嘛常常咧甲治安咧交代，你着爱去带遐少年人，毋是做你家己的工课拿定，家己的工课，大家人拢有。你要怎甲你的工课用最快速、有效率的把它做完之外，你还能够去牧养、去做人的生命工作，那是最重要的。因为咱的工课就是做这个。好，我感觉教会工课嘛是安尼。咱做小组长，对吧？小组长嘛是啊，迄最重要的呀。吼，所以咱常常会当为着这个代志，咱用代祷，啊用祈祷互相伫激励中间鼓励。所以若是无来参加，你会当安怎做？无来参加，你会当去甲邀请，你会当甲问哦。我讲你有想要带来学习要安怎带人无？这个就是带人的学习嘛，对吧？好，基督徒怎么带人？有很多朋友啊，他家人不知道怎么带来的啊。好，洪兰这边洪兄伊要带因厝里的人，干不是？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秀华姐也是啊，对吗？他们家人都还有孩子都没有信主的啊。可是对牧师来讲，我很看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是他的家人之前他们的父亲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就是爱主的人啊，对吗？可是这个信仰如果没有继续传承下去，那是非常我不敢想象哇，这外囡啊，伊讲伊无要祈祷，我是偌生气呢，抓狂我唔知影咱的信徒，咱本身咱家己对这种信仰传承看重多少？了解我意思无？所以咱唔茫想讲，我知影鼓励人较侪人，牧师是。这种需要训练的，这种这需要鼓励。这像这年纪迄个在训练，那个可能OK， 所以在座咱在座嘛是有咱的同工，咱拢是同工，这交互咱好好去甲因做邀请，牧师该做的邀请，我想加减会小可有压力啦，加减对人会有小可压力，人有当时人嘛歹势回绝。所以牧师是鼓励咱彼此去鼓励，会比牧师直接去甲伊讲，压力会比较减小。安尼了解我意思无？所以这是真正足需要咱大家做伙来。沉默大哥，咱今日嘛，伊今日嘛有来，真好啊！咱嘛当邀请他收济遐，先对咱家己的家庭开始做起啦。先对咱家己的家庭先做起啦。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为几件事情祷告了哈，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咱为着迄个吕勋芳长老，因张了牛，吴信老师过往因4月1号要个别息，不是咱办，是因查某囝的教会，台福教会来给因办理啦咱为着这个家族来祈祷。嘛为着咱的教会青少年来祈祷，即阵这中辍生拢无来，咱嘛为着因来祈祷嘛，为着咱的同工祈祷，互伊有更较侪方法，互伊更较侪积极的心，有智慧来帮助这个囡仔，有机会会当更较侪来接触教会。咱嘛求上帝来帮助咱的教会，当诚做真实用祈祷传扬福音的教会，咱做伙开声动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意爱亲近上帝，阮嘛意爱将阮的生命全然交托上帝你。主阮知每一个新的人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因需要做阮甲因帮赞、带领、陪伴的工作。求上帝你继续互阮伫今日所学习的功课，要安怎样伫委身的工课顶面负责任，做起一个帮助阮的肢体。互阮的肢体互相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主阮意爱会当搁一摆来学习，为着阮所需要的人来献上阮的恳求，特别恳求上帝你将平安、安慰、扶持带到伫巡访长老
伫内全家的身上，拭去因的目屎，也带领因头前新的道路，带出有新的愿望。求上帝你嘛引带大叫教会伫新福音的工课顶面，阮有新的亮光，看见这青少年的需要，阮嘛需要求上帝你赏赐互阮的同工治安，互伊有智慧，互伊有对上帝遐来圣神的快乐甲感动，谦卑温柔顺服的心，做伙来参与伫这圣工的工课。愿上帝你嘛帮助伊，亲自带伊来行，赏赐伊快乐，常常用祈祷来超出上帝你的心意。主，愿上帝你祝福伫每一个伫上帝你的工人兄弟姊妹，愿同齐做伙来起造上帝你的圣工，是因为阮的生命是上帝你所赏赐，也是上帝你所建造的田园。愿上帝你帮助阮的生命的田园，真实会当食做肥软，搁会当收割的田园，互阮的生命会当结果子多多，来荣光主上帝。愿上帝你引带阮，互阮继续为主你来跑走天路。感谢俄罗主，愿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